2016年，月薪娇妻掀起的跳舞热潮，让日剧《日影》再度掀起在剧中舞上一段的风潮。最近由菅田将晖日剧3年 A 班主演的剧中有一种特殊的晨操舞蹈，掀起模仿潮。还有电影学园偶像电影《Love Live Sunshine》剧中以及插曲 MV 也通通结合舞蹈。日剧3年 A 班，从此刻起，大家都是我的人质。再笑开一点，表现出高兴的样子，心里想着开心的事。对，最重要的是想象力。学生们充满活力，在教室跳晨操。菅田将晖主演的日剧3年 A 班，从此刻起，大家都是我的人质。特殊的晨操舞蹈，连老师都在跳。激昂的音乐搭配上复杂的舞步，让许多观众都纷纷说，这根本是魔鬼的步伐。推特、IG 等社群网站上，也在日本掀起模仿潮。不仅舞步复杂多变，手脚还要同时摆动不同方向。不过放浪一族的主唱片寄凉太也参演这部日剧，原本就有舞蹈底子的他，则跳得十分轻松。日剧《日影》再度掀起在剧中舞上一段的风潮。最近动画电影《Love Live Sunshine》剧中以及片尾曲 MV 也都融合舞蹈元素。动漫界近年最推崇的《Love Live》系列动画，主角们在不同场地大跳可爱舞蹈，带动风潮。歌曲、画面都吸睛，让观众对戏剧留下更深刻印象。